猫可以吃的人类食物，下次吃的时候记得分小猫一口。一、西瓜和蓝莓。西瓜堪称标界水库，不仅消暑开胃，还能够帮助猫咪顺畅嘘嘘。蓝莓富含抗氧化剂，帮助延缓衰老，还对猫咪的皮肤、骨骼、眼睛都超好。还有这些水果，猫咪也能够吃。二、南瓜和红薯。南瓜和红薯里面都含有大量的粗纤维，能够帮助肠胃促进蠕动，改善便秘。猫咪还能够吃的健康蔬菜还有很多，都整理在这里了。三、酸奶和蜂蜜。少量的蜂蜜帮助猫咪开胃润肠，还能够补充维生素。酸奶既补钙又补蛋白，吃的时候可以把钙质分享给猫咪，但是注意要选无糖零添加的原味酸奶哦。四、兔肉和鸡肉。鸡肉富含猫咪易消化吸收的动物蛋白，适口性好，营养高。兔肉热量和胆固醇低，而且是低米肉源，是肠胃敏感的胖猫首选。五、大虾和三文鱼。大虾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矿物质和牛磺酸，强壮猫咪的身体，特别是牛磺酸，能够提高小猫的视力。三文鱼含有丰富的欧米伽3，美毛护发，亮丽毛发，吃了它都不用再额外买鱼油了。